佮来看到新北市三重埔一搭建案，因为咧挖地下室个连续壁，结果造成隔壁的公寓大楼起气，赶紧甲这居民拢撤离去大旅馆。即马经过技术工会确认了后，认定这两栋大楼的结构无危险、无问题，所以伫今仔早时8点，就先互28户居民转去处理啊。伫出现建筑头前，有机使用仪器详细测量厝的现况。第三大技术工会确认之下，判定两栋建筑无结构性的危险。这件仪器测出来定时定点倾斜率伫法定的1/40标准内严格缩短。这确认假使水电无问题了后，部分住户今日早起8点就应该得登去。当初因为大直基泰的事件，我们有反映第二次。新竹市竹北天坑的时候，我们因为刚好隔壁建案要拆除，我们有先反映。住户无奈表示，因为去年伫大直基泰甲德北天坑事件发生的时阵，都已经向新北监局反映过至少3摆，但就会说是这些的官方回答，烦恼的代志也发生了。台北市那边有发生，那是不是建商有就是要多加留意、多加注意啊？结果没想到还是发生。目前厝内大楼已经小可回正，虽然用转去，不过住户烦恼也是无完全消除。监护局也以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，对建商甲技术顶人各罚相当9万块。年纪必有一些瑕疵，只要他们鉴定出来，我们要负责的，我们绝对负责到底。这个建商，我们先把它列为黑名单，我们对他们未来一定严格管制。勘察事故的九层建设公司，承诺负责到底，不过资本也只有1500万，住户是不是应顺利求偿，依然要搁确认。目前市府已经组成专案小组，会伫29暗时举行住户说明会，邀请技术甲律师协助处理后续求偿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